Hello，大家好啊！今日要介紹嘅係咧呢隻貓啊，佢叫做毛毛。咁我哋就去片睇下佢有幾難搞啦。
Yo, Your love's like 苦咖啡，让我沉迷彻夜难眠，陪我一个人煮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I'm on my own， 否则它不会再被谁挑动。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Can't help me 喊得歇斯底里，你的品味太怪，就像你，怎么舍得轻易把我吸去，把声音凑近麦克，说在你怀里外面雨大也不怕冷了，变成音符也会保佑你像我答应的，也应该杀进了我唯一的 baby， 我美丽的唯一。You are my only girl， 漂亮姑娘名叫卓玛，一直在我梦里 girl， 我不但虚假两个唯一不见踪影 girl， You are my only one， 我不能忘记 tell you are my only yeah yeah yeah， 完了你 my heart rate， 想保护它的纯粹，脑海里都是他爱你的 therapy， 变成我的辣妹，告诉我到底怎么去啊，是我唯一 baby。Love me 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害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病了。Try to get it rich， 我想要给你更好的生活，没说过的话你在嘴里，就只在老脸前等着疯狂 Oh my baby girl， 然后情歌总会替我表达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付出的再更多一些，我的备忘录里没有任何关于情歌的词，因为我想说的话也不止那些浮于表面的字。Oh yeah，I don't wanna cut this babe， I don't wanna cut this babe， 我有那些 memory，I don't wanna cut this babe yeah。大家好，你依家正前方見到嘅呢隻貓就係一隻公主貓，佢叫做毛毛。佢一啲都唔乖，仲用啲好兇狠嘅眼神嚟望住我。然後呢，我今日準備嘅就係幫佢剪指甲啦，同埋嘅就係陪佢玩嘅，但係呢，佢就唔配合我剪指甲嘅關係，就用咗好多零食嚟引誘佢啦。但係佢都依然無動於衷啊！唔畀我剪嗰隻黃金嘅右腳。從來係未有貓試過喺我手上邊逃脫嘅，唯一一隻就係佢。呢隻貓呢，性格好霸道，好似咩都係佢咁。我講得你唔啱咩？
佢主人呢，想賣咗佢㗎啦，或者揾人領養咗佢。如果有人想領養佢嘅話呢，就同我講聲啦，因為呢隻貓真係好難養。極度唔配合。我隻手呢，就由啱啱先同佢剪嘅時候，剪到依家咁樣，全部都係傷痕累累啊，傷痕累累啊，都係啲手痕啊、削疤痕咁嘅痕跡，都唔怪得佢。搞佢搞唔掂咯。請問你到底諗緊啲乜嘢嘅呢？唉，真係冇人知你諗緊啲乜嘢，係咪？冇。你聽懂了，我知道。你聽得懂我說話，可是你不回應我也沒關係。一開始呢，我就諗住攞條毛巾嚟包實佢啦，但佢有啲安全感去剪一隻指甲嘅。後尾呢，佢實在太驚啦，跑到喘晒氣咁樣，連我姐夫都話：不如算啦，呢隻貓就唔好再幫佢剪落去啦。但係呢，佢啲指甲呢，雖然唔係好尖，但係呢，都係需要剪嘅。因為如果長期唔接觸佢嘅黃金右腳嘅話呢，佢就會覺得佢嘅死穴，佢嘅底線係喺高高在上嘅。你哋啲凡人呢，就唔可以立亂咁樣掂我隻腳。我講得冇錯嘛？就譬如咁啊，我依家掂佢隻黃金右腳，佢聽到啊，佢識聽嘅。佢就即刻做出反應，準備去對抗我嘅。佢係唔畀我掂佢隻黃金右腳。但係我偏要掂嘅時候，佢又奈我咩何呢？佢依家就死咕咕咁樣望住，睇你有啲咩行動，睇你有啲咩動作。黃金右腳喺呢邊啊！我哋嘗試一下用腳碰腳嘅方法嚟掂佢隻腳啦。佢即刻作出反應啦！
係唔俾人掂嘅。到我真係想去靠近佢隻右腳嘅時候，佢又即刻畀呢個表情你，想點啊？掂我隻右腳？嗱，佢依家坐咗喺度啊嘛。聽唔聽到佢行嗰下，就係佢發出警告，話你唔可以掂佢隻腳嗰下啦。我偏要掂咁點？騷擾佢，騷擾佢，騷擾佢。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呢，我建議你哋真係好似我咁攞一條毛巾去包紮住佢，去方便大家去幫佢剪指甲嘅。揾返到個彎窩度，睇下接近佢到唔到先，接唔接近佢到先。佢呢個眼神就係話畀你聽，你想點啊？你有冇搞我啊？眼神。幫你理個髮啊！放鬆。呢個時候要快速咁幫佢剪，咁啊佢會忍受唔住咧，佢就會發癲㗎。OK， 成功咗。唔該晒你嘅配合，多謝。我同你講多謝啊！哎呀，討厭。我
好啦，今日條片差唔多啦，就到呢度為止啦，拜拜。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 同 share。